子柔啊，英文名叫 Elawan， 啱啱成為咗山琴獵物嘅新成員，真係好開心加入呢個咁有能量嘅隊伍。我同山琴嘅緣分呢，其實係一次戶外跑山 event 嗰陣開始嘅。嗰日陽光好靚，空氣好清新，我着住件粉藍色嘅跑山裝，沿住山徑慢慢行。突然間有個大叔企喺前面，成個人好似發緊光咁。呢個大叔真係好神奇啊！成日笑笑口，你會 feel 到咧佢個人嘅氣場咧好強勁、好安靜，但係好穩啊！佢嘅修行已經到可以隔空整好壞咗嘅電器、汽車、雪櫃同埋傳播能量。我係親眼見過佢喺唔喐手嘅情況下，整翻住個爆咗 fuse 嘅燈，同埋撻着部死咗火嘅福士，真係大開眼界啊！我好希望可以喺佢身上學識多啲身心靈同嘅能量知識，唔淨止跑得遠啲、高啲，而係跑出自己內在嘅寧靜。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分享我嘅修行旅程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齊感受到山入邊嘅平靜同埋大叔嗰種神秘氣息嘅。